我係曾天柱 Pascal。我喺2006年加入德高達製衣有限公司，由跟單做起，而家係集團嘅銷售總監，負責公司整體管理、銷售策略規劃、業務發展等等。我爸爸喺1979年同叔伯喺香港創立製衣廠，由幾部衣車起家，發展到而家已經喺內地、柬埔寨、緬甸同埋越南設有生產基地，聘用超過1萬名員工。我哋嘅核心業務係服裝同埋面料製造，產品類別涵蓋女裝、男裝、童裝同埋運動服裝等等。作為集團嘅第二代經營者，我一方面鞏固業務，同時亦都積極開發新嘅客戶，建立穩定嘅銷售團隊。透過我同團隊嘅努力，公司年產量由2006年嘅470萬件大增至今時今日嘅4500萬件。客戶嚟自世界各地嘅知名品牌，包括歐洲同埋美國。為咗持續咁樣增加公司嘅競爭力，我哋致力推動現代化生產，例如引入大數據系統同埋增加自動生產工序，加設電腦裁床同埋吊掛系統。呢啲措施能夠提升生產效率、改善品質同埋降低成本。而各部門嘅管理層亦都可以透過大數據作出更加準確嘅管理決策，全面增強集團嘅競爭力。我亦都致力為業務升級轉型，以建立一個全新嘅設計中心，改變以往單方面接收訂單做貨嘅傳統，提供一站式嘅設計服務俾客戶，包括採購、開發、設計、生產、工業工程、銷售等一條龍嘅服務。喺發展嘅同時，我哋亦都有推動 ESG。公司參與咗唔同領域嘅環保項目，當中包括與法國能源公司合作嘅太陽能項目，以及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合作節能項目等等。我哋亦都熱心公益，喺內地同埋東南亞地方做慈善工作，當中包括興建學校、孤兒院、捐款賑災、義工探訪、衣物捐贈等等。最後，我多謝香港工業總會頒發香港青年工業家獎俾我。呢個獎為我哋打咗支強心針，鼓勵我哋繼續前行，為香港工業、大灣區經濟以及世界環境出一分力。